火警發生嗰陣，通常最恐怖嘅唔係火，而係煙啊！好多人瞓覺嗰陣時都聞唔到煙味，好危險㗎。所以今日要為大家開箱防火易嘅 WT605R 互聯火警偵測器。呢款機有幾個超強嘅賣點。第一，佢內置鋰電池，有超強嘅續航力，而且佢係唔需要換電啦，同埋經常插線嘅。第二，佢有無線互聯功能，如果客廳偵測到煙，睡房嗰部機都會同時響㗎，全屋零死角防禦。而家我哋一齊試下無線互聯功能。首先要拆咗2粒電先，然後一齊試下撳個掣，再等10秒鐘，跟住裝翻個電，然後撳一撳主機。如果有多過2個裝置，都係好似頭先咁樣嘅做法，如此類推。用最細嘅成本換取全家人最大嘅安全保障，通過晒消防處嘅標準，絕對信得過。即刻到防火易網站 firexfire.com 選購啦！識揀就揀無線互聯。